糧餉唔夠，儲備唔夠，補充唔夠，我哋點樣打呢場仗？嗱，香港咧都基本上成為全球數一數二嘅壓力都市啊！咁啊喺香港生活啲人咧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啊，食無定時，作息時間唔穩定，所以其實好多身邊啲朋友咧，咁啊胃部唔舒服咧，都10個裏邊咧都有4、5個起碼都會係中啊。胃部不適會包含啲乜嘢咧？胃酸倒流啊、胃痛啊、胃抽筋啊，有啲甚至係會痛到上背脊啊，都幾凄涼下。今集咧就會講一下胃部不適咁啊，有啲乜嘢食療嘅方法。咁但係講呢一個胃部不適嘅食療方法之前咧，咁我就分享2個個案俾大家一齊傾下偈呵。首先講下今日嗰單新聞先啦。咁啊喺某一個報紙度啦，咁就話有一位女士喺沙田啊嗰邊就睇醫生，咁啊睇完之後個診金咧就係2000幾蚊，咁啊當然就會覺得係貴。個診所咧都公開咗聲明，就話佢個診金係錯誤嘅。但係其實有啲咧西醫嘅朋友咧，咁佢哋都會講，咁其實藥品裏邊咧係有分正廠藥同埋副廠藥，咁佢個價錢咧就真係可以差成10萬8千里㗎。咁我哋就唔好質疑嗰位西醫個收費先啦，咁最緊要就係可以幫到佢手。啲做西醫嘅朋友咧，咁佢哋都講嘅，咁其實佢哋咧都有好多胃部不適嘅情況。點解咧？因為有陣時咧診所忙起上嚟咧，佢哋真係可以一盒飯